方要注意咧，我哋一齊睇睇啊！不如你想唔想佢哋再唱多次啊？俾啲水先啦，俾啲誠意啊！好啦，咁跟住你，我就教佢咧就3年啦已經，咁就啱啱1年班嘅時候咧就係教佢普通話嘅，咁2年班嘅時候都係教普通話，直至到今年咧3年班咧就教佢常識科同埋音樂科咯。覺得佢係比較弱啲咯，聆聽方面，因為佢嘅耳仔咧係聽唔到喎，咁所以變咗佢讀嘅發音咧其實就好難去糾正佢咯。譬如有陣時啲 S 音啊、二聲啊同埋 C 字音咧，咁佢係非常之困難嘅。喺聆聽方面有障礙，會大大減低學習效果。咁老師又可以點幫思穎呢？哇，讀得好好，俾佢欣賞再升啊，思穎先。首先喺座位編排方面啦，都編翻佢正中間嘅位置咯。咁等佢咧可以就算可能隻耳仔聽得冇咁清楚都好啦，隻眼都可以睇到黑板嘅。咁就第二樣嘢就我哋編喺正中間咧，係因為左右隔離啊、前後左右嗰啲咧都有同學可以幫到佢咯。之後咧就我哋嘗試咧就提醒佢每一次都要帶耳機過嚟俾老師啦。咁所以我哋咧班主任就會咧整咗張紙條貼喺佢台面嘅，咁就係提翻佢要帶耳機啊，同埋咧同工啦，即係我哋同事咧都要帶翻耳機咧就上堂，咁等佢咧亦都清楚嘅。亦都嘗試俾好多機會佢出嚟講嘢啊，出嚟説話同埋聆聽啊咁各方面咯嚇，咁就希望呢幾方面可以幫到佢。學校除咗喺教學上面配合思穎嘅學習需要，仲照顧到佢喺言語方面嘅發展。現時每星期思穎都會定時接受言語治療。取個嘴都係圓嘅喎，但係咧有咩分別咧？水係啦，呢個咧係咩啊？啱喎，好叻！我讀得好叻喎。對於學校種種嘅支援，思穎嘅媽咪又覺得足唔足夠啦？學校嘅支援我思穎個學習都夠嘅，因為佢一個禮拜都有2堂言語治療師嚟學校幫佢上堂，仲有佢要帶嗰部 FM 機呢，啲老師呢都好樂意帶翻個咪，讓俾羅思穎聽得清楚啲嘅。頭先提到我哋有殘疾條例去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啦，咁佢哋咧有權利咧入讀主流學校㗎。咁啊，余生啊，咁啊其實除咗立法之外啦，政府喺發展融合教育嘅方向又係點樣咧？喺呢方面咧，我哋會鼓勵學校咧，首先要建立一個共融嘅校園文化嘅，咁亦都要制定咧融合教育嘅政策同埋措施啦。咁而要根據呢啲政策同措施咧，去落實一個全校參與嘅模式，去幫助呢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童嘅。學校究竟點樣可以做到全校參與呢？不如我哋而家一齊睇睇呢間學校啊！羅思穎讀緊嘅東華三院黃士森小學，現時總共有10幾個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，包括弱聽、自閉症、輕度弱智、讀寫障礙同一啲學習能力緩慢嘅學生。對於教導一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，校長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每一個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咧，其實佢都有唔同嘅學習障礙。咁我哋希望能夠為每一個學生咧提供適切嘅支援同埋適切嘅教育。咁我哋時時都係諗下，究竟有咩辦法可以令到佢哋學得更加有效、更加愉快咧？咁當然喺推行嘅過程之中咧，其實我哋都遇到唔少嘅困難同埋壓力嘅。咁但係我哋相信係藉著老師對學生嘅愛心啦，同埋有教無類嘅教育嘅理念咧，係令到我哋繼續堅持落去。雖然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只係佔一小部分，但係學校就採取全校參與嘅模式，盡量提供全方位嘅支援。咁全校參與模式咧，係令到我哋學校咧形成一個包括咗教師啦、家長同埋學生一個大型嘅支援系統。我哋最初嘅支援嘅對象咧，其實最初就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而定嘅。但係推展咗幾年之後咧，我覺得而家變咗唔係淨係為咗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而設，而係包括咗教師同教師之間、學生同學生之間，以及家長同家長之間，大家嘅互相關心、互相嘅關懷咧，令到教師、學生同埋家長去互相凝聚喺一齊。
要有效推行融合教育咧，咁其實學校嘅態度真係非常之重要啊！嗬。係啊，學校嘅支持咧係絕對重要嘅，因為佢會影響咧整個政策嘅成與敗嘅。咁當然家長同埋外界嘅協作咧，亦都係好重要嘅。咁啊係齊心就事成啊嘛！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睇下啦，學校方面點樣去透過一啲活動咧，加強各界對融合教育嘅認同。為咗加強各方面嘅支援，學校舉辦咗好多活動。而其中一個名為關愛扶幼小先鋒嘅活動，係為自閉症或者行為上面有問題嘅同學而設。咁個主要嘅活動嘅目的咧，就係想係同啲同學咧係建立一啲嘅關係，同埋亦都通過呢個關係咧建立咗之後咧，咁就會令到咧然後就會教佢哋一啲行為上一啲嘅概念啊，或者應該要有嘅規矩啊。輔導同學嘅係高年班嘅大哥哥、大姐姐。喺活動當中，佢哋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呢？有時候都會唔睬人啊，又好難搞掂到佢哋嘅，要說服佢哋啦，咁就說服到佢哋，咁佢哋就會聽到你話咯。除咗輔導行為上有問題嘅學生，學校亦都安排咗一啲活動去支援有學習困難嘅同學。小豆芽班係為一啲學習程度比較低嘅同學而設，依家老師就教緊佢哋讀英文數目字。呢個係小蝌蚪閱讀計劃，對象係一啲有讀寫困難嘅同學，教緊佢哋認字嘅係一班小老師。一年班嗰陣時，我開始教佢㗎啦。咁佢一入嚟嗰陣時咧，讀字咧就唔清楚嘅，同埋佢讀字就好細聲嘅。咁所以我就想幫下佢，就等佢練大個膽，就將佢讀字讀大聲啲啊，同埋等佢認多啲字，可以鍛鍊到佢耐性啦，亦都可以教到嗰啲小朋友，佢開心我又開心咯。除咗有老師同同學嘅支援，家長嘅認同都好重要。鄺太係家長教師會嘅主席，每星期都有幾日喺學校做義工。今日佢就嚟到低年班嘅課室，幫啲同學食飯。我就覺得小朋友係唔係太嚴重性嘅咧？我覺得佢哋喺返主流學校讀書咧，對佢哋都有幫助㗎。多啲有愛心嘅同學啊，或者朋友啊、老師啊、家長啊，去一路帶動佢哋成長咧，對佢哋身心方面都好好。要有效推行融合教育，咁其實真係要得到咧老師、家長同學校三方面配合先得㗎。咁其實政府喺推行融合教育方面咧，有啲咩措施嚟到配合咧？喺呢方面咧，我哋有以下嘅主要嘅措施嘅。首先咧，我哋會加強咧教師喺特殊教育方面嘅培訓啦。預算咧係喺未來嘅5年咧，至少有10%嘅教師咧係會完成咧有關嘅課程嘅。咁我哋亦都會咧係增強咧家長同埋公眾教育啦，會為家長咧係編製一個融合教育嘅手冊啦，亦都會製作一啲宣傳嘅短片啊、單張啊咁樣，亦都會咧加強咧係家校合作嘅。咁喺專業支援方面有啲咩措施嚟到配合咧？喺呢方面咧，我哋專業嘅人士咧會定期探訪學校，為學校咧提供專業意見啦。我亦都會係發展同埋完善我哋目前嘅評估工具啦，亦都會咧係加強咧係跨界別嘅合作，例如咧引進咧特殊學校嘅網絡支援嘅。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嚟到配合嚇。今日好多謝晒余生咧，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融合教育嘅資料㗎，唔該晒。唔該。一個兼容嘅態度同文化，除咗可以咧造就一個融合嘅校園之外，更重要嘅係佢可以創造一個和諧嘅社會。為我改寫下半生，眉目裏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，才明白被愛的能活得這樣勇敢，榮幸眼神能替我雲上旅行來點燈。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， 不因氣壓搖擺。